最近货运的生意是真好，大塞车，已经有几间货运行讲暂时无要收送去北部的货。就算安尼，送货员也是逐工加班，添加稀累咧。那菜市农、果子农，也有海产业者，嘛因为无货运要来收货，大受影响。一箱一箱的包裹贴干那山，另外一边冷冻冷藏的包裹也是一车一车积极做伙，拢未付出。乌鸟员工伫咧面册社团铺相片，讲疫情爆发到大，逐工货拢送未了，批评总公司调度无能，甲上千位员工操甲稀累咧。领做会煞，将是就是咧偷内底阮这正经收的货送袂完的遐尔尔。一间物流公司差不多一工可能给阮收2-3万件，可是像即阵啊，逐工拢差不多收10几万件。国内三大配送的业者，包括黑猫宅急便、宅配通、新德物流，拢发公告，针对湘北、桃园、新德地区等等冷冻、冷藏、低温的包裹，这2-3天拢无要收。外岛地区有的公司也无收，要等航班恢复才另外通知。也这也互最近卖了下桥的防疫菜市场受到袂少冲击。这100-200箱的物件吼，一直到昨吼。阮就唔甘要才对冷藏库内底吼揪出来，分互安尼办公室的同仁安尼大家摕转去煮，只好把这个成本吞下去啊。疫情霜冻各行各业，劳动部表示，送货员即马是照劳基法第32条第4项甲第40条，以天灾事变或者是突发事件的状况，会当特殊加班，也已经向中央申请要甲因列入去优先自务风险的对象。不过疫情还未转好，送货员的工作量甲风险暂时还无解。记者欧敏珍、林玉凯台北报道。